肝唔好嘅人，屋企常備兩個經典中成藥，呢兩個藥咧都係有經典古方變化而嚟嘅，學識咗唔蝕底。第一，如果你經常眼花、睇嘢蒙查查，一吹風眼乾流淚，並且咧平時仲有咧腰膝酸軟、耳鳴健忘、失眠多夢等情況，咁多數都係肝腎陰虛啦。中醫認為咧肝開竅於目，調理上咧可以從肝入手，不妨去試試杞谷地黃口服液，佢咧係有古方杞谷地黃湯轉變嚟嘅。具有咧滋腎養肝、清肝明目嘅作用。第二，如果你經常悶悶不樂、容易發脾氣，遇啲事咧就猛整、閉翳、諗唔開，平時咧仲有兩脅脹痛、頭暈眼花等情況，咁就好可能係肝氣鬱結啦。由於肝嘅疏泄功能失常導致嘅，咁調理上咧就要以疏肝為主，可以試試逍遙丸，佢咧具有疏肝解鬱、健脾養血嘅作用。大家咧可以響醫生指導下辨證使用。你學識未啊？